咁所以就將連隨埋啲贓物，咁就一次過就攞走晒。咁而當日因為佢放假，去到夜晚8點鐘佢都仲未返，曾經致電或者 WhatsApp 過佢，但係佢已經個電話係打唔通，同埋 WhatsApp 佢唔到，佢已經脫離咗嗰個羣組。咁直至到10點鐘咧，咁我表姐通知我嘅時間，我就即刻叫佢睇一睇啲護照、身份證同埋櫃桶，咁發現所有嘢都變咗吉嘅啦，已經全部冇晒。平時咧，我同我先生就瞓呢間房嘅，咁啲錢同埋金器咧就擺喺呢個櫃桶。姐姐就瞓上格床，媽媽就瞓下格，啲錢同埋啲金就擺喺個櫃桶入邊。姐姐有呢個零月咧，因為新嚟啊嘛，咁佢表現都暫時都叫 OK 嘅，亦都冇任何異樣嘅，因為佢都照顧得婆婆比較好嘅，咁所以喺冇任何防備嘅情況，咁而3個長者都好信任佢嘅情況底下，跟住就有陣時會係佢哋開櫃桶啊、攞錢啊，或者啲金器啊，都會俾姐姐見到佢有呢啲嘢，咁所以姐姐係親眼見到，亦都知道佢條鎖匙擺邊啊。啲金器擺邊啊，啲錢啊嘛擺邊啊，咁就估計間房嘅。